赤壁杜牧。折戟沉沙鐵未銷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同着春心鎖二喬。戟係兵器，係戈同矛嘅合體。折戟斷咗個戟，可知三國時候戰鬥激烈。銷係銷毀，將拿起。當時杜牧有芒州刺史，當地有赤壁，但唔係三國嘅赤壁。古戰場位於嘉魚，即係鄂州旁邊。折戟沉沙鐵未銷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意思係斷戟埋沙仍未毀壞，洗刷一番才知是三國遺物。東風，東南風，吹向北方。銅雀，台名。曹操建於鄴城，係佢同姬妾享樂嘅地方。二喬，大喬、小喬姊妹，分別嫁俾孫策同周瑜。關於赤壁之戰，《資治通鑑》係咁樣記載：孫權以周瑜、程普為左右督，將兵與備並力役曹。余進與曹遇於赤壁，時曹軍眾，引至江北。余等在南岸。余部將王蓋曰：曹軍方連船艦，首尾相接，可消而走也。乃取蒙沖鬥艦10艘，在曹敵夫柴灌遊其中，先以書為措，驟雲欲降。時東南風急，蓋以10艦醉着前，中江舉帆，漁船以次驅進，去北軍2里餘，同時發火，火烈風猛，船往如箭，燒盡北船，延及岸上營落。余等率輕銳繼其後，擂鼓大震，北軍大壞。曹引軍從華容道步走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同着春心鎖二喬。意思係當年不是東風助周瑜，兩夫人恐怕鎖入銅雀台啦。一齊朗讀。赤壁杜牧。折戟沉沙鐵未銷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同着春心鎖二喬。一齊背誦。折戟沉沙鐵未銷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同着春心鎖二喬。童學翁話：當時曹操數十萬大軍逼近，周瑜兵得3萬，劉備萬人。赤壁若不是火燒連環船，東吳堪虞。多謝收睇。